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现代社会差不多大家人拢无法度离开3C 产品，大部分的人拢有面册户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册，读书的册第4条。册本底是讲古早甲写文字的笔啊，甲伊编起来、绑起来物件。落尾嘛会当讲是簿啊，或者是珠，嘛会当讲是算簿啊、算珠的单位。有人讲到泉州腔惯说讲珠，啊那漳州腔惯说讲册。古早时期伫咱台湾有7字一句，7句会当扣韵，内容真丰富。咱讲是歌册，登记名字的册，咱讲是名册。也佫有订册空，较早讲是册眼；藏册图啊，咱讲是册图；册架啊，嘛有人讲是册经。另外，厝顶的厝遐，较早有人讲是册遐。学生囡仔读册用来底册牌啊，咱讲是册包。百叶通伫咧古早有人讲是校八册，知识分子咱讲是读册人，若是敢若会晓读册袂晓活用，咱讲是读死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红仔册，这款册主要是以图为主，文字大部分拢是对话。较古早人讲是红仔册，嘛有人讲是网格。第二个咧，读册读得较接拼，意思是讲一个人敢若读死册袂晓变巧，嘛会当讲是一个人敢若读册煞无行正路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咧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囡仔爱看红仔册，无爱读册，老爸唔知要安怎做。阿公笑因后生读册读得较接拼，因为用过后生细汉的时嘛是安尼生。总是囡仔有兴趣，莫有歹就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册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